这个大台南的交通教育主题馆自从开放以来，风评真好。暑假期间特别开放拜六，嘛方预约参观。但暑假要进入尾声咯，请家长都要把握最后的这段时间。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伫暑假特别开放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，带学生做伙体验 VR 虚拟实景、骑 T-bike 等互动式的体验，让学生了解交通规则。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我们结合交通教育，然后透过于互动的一个方式哦。上期囡仔的体验是模拟公车驾驶，囡仔当透过驾驶的视觉体验驶大客车的内链差和灯外视觉的危险。接客的速度慢一点哦，来方向灯往上哦，小心不要压到人行道哦。希望透过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，和民众咧学交通安全教育观念的时，会当感觉真活泼、真趣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